大概5月9号左右来看的时候，还有好像刚整理过后没多久，图啊，还有看到很多那个哦，没想到现在6月8号，大概1个月左右，你看草长得这么多了啦。哦，本来那个都整理的，看到很多土铺露出来，地土的很清楚了。你看1个月后，你看那个草最近有下，草都长得快。然后有种子的话，应该要赶快发芽长大。那个是牧草，要把握梅雨的季节。你种那个洛神花还是秋葵？你看，你下雨过后草都长这么快，那有种子的应该发芽还赶快长大。注意看，应该会有那个什么，以前有种那个什么，以前人家来这边开花了，整理的，本来都有凹洞嘛，把它填平的也是很辛苦。还有那个土地是租来的种菜的。你看，注意看，以前有看到有发现过那个什么山药啊，秋葵还是什么洛神花，